来！这已经是皮黄第3条人命，你们到底查案查得怎么样？有吗？检查，皮桶用来就会本源出租的呀。这庄园不仅仅有诅咒，还闹鬼。不用问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单纯，你能单纯啊？我嘛个有唔对。这几件命案绝对不可能只是巧合。